台北市拜三中昼路边有一丛饭仔树倒落来，甲一个骑奥多摆经过的查甫人憾死。同一日，阁有一个查某人互登去的手机跌着伤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目前有路边有9万多丛树仔，煞拢总干24个人咧巡查甲维护。民间团体是批评根本就无够卡手。早10中昼，坐车辆来往的台北市中山北路，一丛路树倒去，憾死一个骑奥多摆经过的查甫人。同一天下晡4点外，伫台北捷运6张内站4块位，也有一个查某人互落落来的手机跌着伤。你看这个声音是空的，很空的声音，所以这个白白都是菌，所以菌把它吃了之后啊，它等于类似海绵化。斟酌看憾死人的树丛，专家研判，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好，无安怎，但是树身有互病菌入侵，地势内部凹起。当去推动树丛保护的民间团体讲，台湾管理树丛的法规无够周全，而且凊彩修剪树丛会歹管事，可能会地势侪树仔亲像安尼内部凹起。所以为什么会烂？就是因为你绝对有空喙里面嘛，不管是车弄着，咱的迄个筋做工程的时阵。伤到咱的这个修剪树啊，时阵大瓦互你剁起来。台北市公园处讲，台北市的路树因拢有照起工来维护，而且每5天嘛会健康检查一摆。在我们每年也都会进行所谓的病虫行道树的病虫害防治。那另外每年也会进行所谓的树木修剪工作。只不过公园处嘛讲，台北市计共有9万多丛的路树，只有24个人咧做巡查甲维护。民间团体批评，这个卡手配置明显无够严，每5年健康检查一摆也无够，建议至少逐年拢爱做一摆树仔的健康检查，因为无风无摇，路树倒去憾死人的代志根本无应该发生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